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来，高雄的朋友，就是这个所在。这内面哦有真侪宝藏，恁感觉恁今仔日够有机会摕到宝藏？哦，谁会台语上好？来哩！等者就要靠你哦。你有信心摕到宝藏无？有，基本问题啦。无问题，啊你咧？你是来陪我的？有问题，来，等下大家做伙学习。小王小阮来哦。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来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探险队员，大家好。我听讲今仔日是为高雄来的朋友，高雄真趣味哦。这个路哦，拢甲数字有关系。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。我想要问小朋友，请问有啥物物件顶悬有数字？飞灵机、后一位，手机啊，手机啊，我都摆。我点有数字，拢有数字，安尼哦，恁就反应真好。即摆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中华大校队，出发！欢迎公。小朋友来到这个所在，来，海信，我今仔日有带高雄的朋友。高雄的小朋友是毋是？恁高雄来日头是毋是？拍去恁高雄的日头会变较热。是安尼，恁大拢遮尔落假，拢安尼呢？你拢食啥？平常时有特别爱食啥无？分享者。都无食。拢无食就通安尼。爆米香、米糕、炒饭。炒饭。炒饭会当食到遮原来是爱食这个物件。啊，恁讲恁的队名叫做啥？中华大校队。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？希望未来会当自由自在伫天空天顶天顶飞翔。哦，亲像辣椒安尼，看起来真缘投、真拍，啊，真强、真勇敢的感觉。真好。第一关开始啊！有信心无？我来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借问高雄来的囡仔遐囡仔仔，若是要用一个物件，还是一种动物来形容家己的个性，恁感觉恁是啥物动物、啥物物件？小想看觅。人。人，好嘞啊，人嘛是一种动物，人袂使讲啊，好，你讲去啊。老虎，是安那是好，你感觉是好？对，开用，开用，太用较真直接无？开用，啊，面条咧，我是狗啊，孙悟空，孙悟空，亲像狗迄种感觉。哦，啊，那队长，你感觉你家己是？手，但是你敢有先唱？一股你较亲像蜘蛛还是狐狸？不，迄毋是，啊，你完全无共，你是古锥的唱。我高只手，古锥的唱会使，莫后袂讲话，嘿，毋好亲像地位之前共款。啊，毋过，互恁了解真侪动物，即摆要来甲恁好好考验啊。好，准备好未？好，好来哦，现在噶，加油！等者，嗨，温柔，温柔，对，温柔。啊，手，哎，过头，看好，向我准哦。哎，正经，好，水，看到你啊，向倒边讲哦，吼。好事，好势，对。再来，
子。水啦，哦，真好真好。来哦，啊，无神着过来，加油哦，看好哦，看好啊，搁走出来，搁跳出来，搁跳出来，向我准，向我准，丁晶，顶金对顶金，饭哦，水哦，哦有饼大，扁担嘿对。哎呀，搁无接我接到，着，奇怪，哎呀，有囡仔型囡仔型，叫着囡仔食，对囡仔食，喂，高一故意对，可以哈，来。按刀，红豆，真牛，红豆啊，知影哦。伊敢若拢无接到哦，冲大，大，无紧，你要甲你讲。差一丝丝啊。无紧，哎，避暑，避暑，系避暑，对避暑。食紧弄破碗，哇，对，无唔对哦。真水哦，水气哦。轻欠，轻强，哇，那这够拼啊，轻强，无唔对，做人爱轻强。轻强，戆卡，唔是戆卡哦，这看起来敢足强的，无紧，你要甲你讲。唔是强卡，加油加油！时间够20几秒。微公式，你讲成无唔对啦。喂，啊，跳出来，好量，好量对，好量有量，好量就是有量。好度，好度，啊，开，加油加油，Go Go！来，过来，搁升一倍啊！嘿，分掉，掉，分，分掉，好，无紧，来表演了真好，来我正手名，互咱来学习者。戆大，无唔对，戆大，咱做伙念。拱大，戆大，头先差一丝丝啊，啊，什么卡？强强卡，卡，啊，还有分张。分掉，分张就是表示讲，这个人啊真分张，伊就会足愿意讲分享的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有哦，头先恁讲到这雷公性是啥讲着？哇，啊你啊，你敢知影雷公性的意思？就是你，哇！什么东西？哇，你是你讲，雷公性就是这个人迄个个性较暴躁，较容易脾气暴躁。哎，我毋是。啊，再来哦，咱阁有一句是啥？食紧弄破碗，安怎解释好？就是做代志哦，稳稳啊来，豆豆做，才袂食紧弄破碗，欲速则不达，安尼知无？知。好，今摆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，拢总得到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哇！是哦，真牛真牛。安尼随来进行第二关，同款有信心吗？好，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伫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你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伫咱第二关开始进前啊，我想要问咱遮的囡仔兄囡仔姐一个问题：恁平常时做啥物代志上紧甲上慢？冰娇咧，你做啥代志上紧？运动，走真紧，是无？是，啊，做啥物代志上慢？考试，考试。写功课，写啊，我嘛是。啊，队长，恁迄边的小朋友咧？有伦理咧，手表会足紧的，啊，什么时阵会较慢？去学校去学校，真老实啊。迄食饭，食饭上紧哦，是安怎食饭要较紧嘞？因为会当较紧去算，较紧去算，啊，什么时阵会较慢？写考试单的时阵，考试单，哦，安尼大家人拢有家己对做啥物代志的紧甲慢。即马即关就是要甲恁考的，就是速度紧甲慢。啊，你安怎排咧？上慢的爱排伫第一，上紧的排伫第六。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开始。开始看者，先看金门，你问你上问对方，一个是你出国
会坐的，阮上紧的是因那边，你先上听那边。紧的是会当飞停牛场，乌丢，哦，飞去舞场的哦，迄个是真紧哦。啊，恁这边上紧的咧，上紧就是你出国的时阵会坐的。去日本的坐哦，去伊其他上紧的国家的坐。是去其他国家的坐。啊，所以你阮上紧的，你上紧的应该是应该上紧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。啊，你别讲，你们对倒一个来，啊，恁第二紧的，第二紧的是啥？阮今仔日来台北的咧坐。这个开几号？你要排第几？你要爱甲伊讲啊。你要第四，你要排第四，今仔日坐要排第四。今仔日坐要排第四，啊，讲有无？咱这是你阮中上紧的，上紧的是你台湾拢有，拢有的台湾拢有的哦。伫倒位出现？铁路。铁路。记咯。安尼，你即摆是要排第几？第三，阮第三。有铁路的排第三哦。我1分钟哦。我一分钟。上班的啊。甲拖啊，招标比赛。哦，这真好。卡托招标比赛一个故事你吼。看几号？第一个是甲拖啊比赛是无？剩30秒。剩30秒，啊，你迄边排好啊未？阮第第用骹骨徛用脚起来，二。第啊，第四个你讲一下。 4秒。确定哦。你看第一个，我够煞。哎呦，好，到底这个顺序对毋对咧？先来讲。哎呦，做伙来看卖一个哦，速度慢较紧。到底对毋对？第一个是啥？菇。哎呦，面条，你头先是安怎讲？互因知影？甲拖啊招标比赛。对，甲土啊招标比赛，这讲得太好啊，破相水者。清楚诶。因为这个典故大家拢知影，对毋对？再来啦，铁马，用什么徛的？用脚徛的，用脚踏的。啊，搁有几个链啊？两个。两个链啊，差不多啊嘛。铁马搁有啥？差不多。台北市足济会使招的。会使 BB 的，啊 BB，你会使用 BB 去招的，对。会用悠悠卡去借。悠卡去招。悠悠卡去借。啊，各用嘛有吧？嘿啊。 U bike 嘿啊。哦，有啊，安尼铁马有比骨较紧嘛？有。所来是火车。火车。头先敢若是讲铁路，啊，是毋是安尼？甲高铁小可淡薄仔相像嘛？真台湾较紧啊，全台湾拢有啊，啊。对，又讲到全台湾拢有拢会当设一个呢。设一个，重点拢有讲到，哦，袂歹哦。诶，有比铁马较紧啊？有啊。有，好水。所来是啥？高铁。今仔日坐来的是毋是？是，坐高铁。哦，坐高铁哦。啊，佮通安怎讲？除了今仔日坐来，应该是真足紧的。啊对啊，无通讲高雄甲台北点半钟，就敢若高铁尔。好啦，即摆安尼高铁无比火车紧啊吼。目前拢对哦，咱看哪样者？这啥？飞飞轮机。出国去观光。水。出国时阵、观光时阵，大家拢讲得真好。啊，有比高铁较紧无？刷落来是啥？飞机。这就免讲啊，绝对是上紧。头先你有讲到通飞去倒位？牛场。若讲到这关键出来，绝对是上紧。所以安尼目前看起来，恁全部拢对，破车出来。所以啊，全部拢对，你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牛！高雄来，囡仔兄囡仔姐已经摕到2个金扣扣啊！来哦，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迎来卡！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节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扣扣通摕。第二节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扣扣，准备接招啦！请问各位，敢有介意运动？有吼，啊，不然即摆咱用比的，
比出家己上爱做的迄项运动，好不？好，我先比，我比互恁摇，好不？来啊来啊！小水，小水，冲冲上，冲硬，冲硬，哎，冲硬，对哦。来，明朝换你，用比的，用比的哦。好，哎呀，什么？加球，压野球，我唔对。安去。拿球，拿球，哦，太努力了。看干哪些？这是踢哎背，跳踢背。踢背，好，赶快嘛是野球，压球，嘛野球。困。这运动就是爱困。真好啊，真好啊！收落来，要真正要考验吗？我要来出题目啊！挑真足，请讲出大、甲小大甲小，的词，小较少呢，小小弟、小弟，小妹、小妹，小提琴，啥啊对小啊，提琴，小提琴、小兵。小兵，小有架，哦，哇，就这样哦，就到这，来，起来个，大人，好过，小，水，大大牌，好，小，科技，小架，小架，啊对对，小，小灰鼠，你过啊，大大人，哎，大人讲过啊，够个，好，小弟好，来，大大头，好，小妹对，水，小头，唔对啊，来大枪水，你要大细啊？小，好小啥？小动物，好小动物会使，小小大小文件就对啊，大小文件都老了，来。大小好小，小等一下，大兄，大兄水，赞啊！哦赞大小，小酒鸡，那是小酒嘞，哎，甲小无关系。哎，其实恁讲真济去啊啦，小狗有啥？小琉球小琉球啊，小心细腻啊，小心细腻，小羹啊，哦，哇，小羹我爱食无，袂歹哦，哦，小羹啊，哦，你讲真济大咧，大大人大种，大颗，大颗，大汉，是是大，你有大汉是大，啊，你头前哦，恁12题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，恁若是甲我拍败，恁就有一个金箍箍，加油！加油！这题目就是讲出食物的词，啊，第一个是果子，啊，第二个是菜色。哇，果子嘛，苹果嘛，果子好木 OK 瓜，啊，菜色玻璃啊菜，想一下吼，好，要开始啊，听来个菜色，汤匙啊菜，果子，黄哥，菜色，硬菜，果子，蚵德，可要菜色啊果子， ？Hello，哎，可要菜色啊果子， ？Hello，哎啥四个果，是这个好，果子，米糕头，米糕头有，菜色，高丽菜，高丽菜，好，果子，来呀，来啊，有，我好，菜色。菜色，挑鸡什么？挑鸡，果子，木瓜，木瓜，果子，果子，西瓜，果子，香蕉，香蕉，菜色，
还有昂长头。安昌，时间到，菜色够。哎，我讲出济去啊哎，呢。真的呢。好啦，来看卖啊姐，恁两关拢过啊，终于恁得到一个金扣扣。是啊。哎呦，3个金扣扣咧！最近小朋友足罕咧摕到3个金扣扣，因为阮的关口提升，想要到恁摕到啊。啊，毋过恁敢摕到宝藏咧？现来噶。刷刷3届机会，哎，简单啦吼。恁感觉敢有可能无摕到？无可能，无可能。代志敢是恁想的遮尔啊简单？是。希望恁的乐观会通啊陪恁一世人。好啦，恁要选什么倒一个动物？我这紧是选好啊。哇，第一个金箍箍，因为恁有3届嘛，所以第一个先选，嘛免想丢丢啊，免想伤济，好不？好。来，长尾山羊，请起落。好，来哦。够两个机会。头先恁伫咧饲落迄个心内，有感觉就是即个吗？有啊。有。你看，伊有感觉无啊？但伊就感觉无伫咧遮。安尼恁感觉伫倒？后一个。回回了。确定？确定。为伫还有一届机会嘛？是。好，每回咯，请起落。哇！得奖颁奖！真准的，第2个就对啊！哇，厉害！多谢。得咱的机海手。这每一个小朋友，大概摕到这礼物，拢非拢最常欢喜。欢喜的。对，敢有算过这种礼物？无。无，今日欢喜无？有。哎，啊，恁台语讲到这，拢是较谁讲较济？好。哈哈。啊，你厝内面敢无较像阿公阿妈，还是讲爸爸妈妈讲？较少拢伫高雄赞赞，水，啊是拢看非常了不起，是毋是？你敢会顶一季第1集甲第60集拢有看？啊，重点是有学到物件无？啊，你今仔日敢有上届倒一个单元，还是上届？叫我的名。叫阮哦，第1关啦。第一关，嘿嘿哦，好鱼啊！好伊啊，好耍，啊遐个词，哎，佫讲了真好，拢记了真好。啊，你继续讲好唔好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公台。